乌托邦是社工人员做访视真正使用的交通工具。今仔日就民间企业寄付2台乌托邦，予台北市社会局方便社工使用。这个乌托邦顶头有装行车记录器等等的设备，不过这嘛就嫌原底乌托邦伤过旧，这设备对不着时代问题。 乌托邦后斗的货箱甲拍开，空间真宽，方便社工运送物资到个案的厝内。台北市受赠一批新的机车，方便社工人员来运用，嘛有行车记录器等等设备，保障社工的安全。但是社会局过去较旧的乌托邦无这种设备，要加到嘛较困难，对社工人员来讲，安全较无保障。我们依社工的这个各社服中心的需求，我们现在正在这个装置当中。旧型的电动机车或是燃油机车，那它本身要装行车记录器在那个接线，还有一些记忆卡，还有它的位置上面，并没有那么方便设置。我们现在的替代方式是装在社工员的个人的可能安全帽上面，但是它在拆卸上面跟故障维护上面会造成一些困难。社工伫交通方面的问题唔难安尼，针对需要回诊也是身心障碍者等等身体较虚的个案，公家救护车若是评估无愿意接送，个案状况嘛无适合做客停车，也是互康巴士就拄着困难。消防局的救护车可能会评估这不是一个紧急救护的需求，所以他们在派勤上面会比较没有办法派出病重病人的一些情形，可能这2个交通工具都没有那么安全，所以我们就会叫了民间的救护车，但一趟可能要3、4千块，很高昂的经费。 林家干表示，虽然社会局有补助会使使用，但是这不是解决的方法。建议伫统计所有社工的需求了后，找民间的救护车以长期合作的方式来签契约，对社工甲个案拢较有保障。社工可表示，因为这项个案并无济，较歹以契约方式来作业，会继续以补助的方式来支持这款需求。记者高辉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